后来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在野的立委针对着老人福利法提案要来修法，要予65岁以上所得税率20%的长辈免纳健保费。按算今仔日要来拼三读过关，也毋过医界的团体是强烈来反对，讲安尼一来会来拖倒健保，严重来违反着健保永续的精神。社福团体甚至来呼吁政府应该甲长辈依附子女投保的这个规定甲取消，让长辈者独立来投保，减轻着后一代的负担。你几岁？84啊。拍开哦。都叮当啊，都一样，两三下都。真赞，阿公也阁真有力，唔免互医生看，筋肉也有够热，不过健保敢有可能无够热？因为在野党推测老人福利法的修法，65岁以上所得税率无20%，就是一个月薪水10万以下的人，健保费互中央全部补助。草案按算今仔日完成三读，若是通过免纳健保费的老人，会为即卖4.7%变做83%，健保的补助金额嘛会为20外亿变做366亿。台湾高龄化已经无通回头，嘛互医界烦恼健保资源会互开了了。这样的政策会制造民间的受雇阶层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剥夺感，因为税收主要的来自也是现在的受薪阶级，而目前的医疗资源的最多的使用者，其实就是在高龄长者的身上。父母亲一方面要缴20岁以下年轻人的健保费，一方面又要承担自己可能是20岁到65岁的工作人口的族群，他也要缴交健保费，而相同待遇的65岁以上的长辈却不需要缴交健保费，这绝对是违反了所谓健保永续的量能付费、使用者付费的一个精神。社福团体认为，可能会造成挖苦福利的心态，呼吁健保就要取消依附逝世规定，让65岁以上的老人用个人的身份来参加健保，而且照经济状况来调整费率。若无台湾115年要成做超高龄社会，那30岁健保要安怎通动甲老咧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